后来，这个中国伫北京举办中拉论坛，咱台湾的邦交国圣露西亚甲海地拢有官员去参加。莫非中国搁要挖台湾的邦交国咯？咱的外交部讲，事前拢有掌握消息，讲两个邦交国事前拢有甲咱通知，甲咱讲相关的情形。 中国拉美加加入国家中拉论坛第4届部长级的会议，昨天北京登场。社会到会场出现着台湾友邦、海地加圣卢西亚的国旗。中国的勇士更加翕到海地外交部长张必定当咧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演说的画面。中国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好朋友。 好伙伴。张必定的座位就安排伫咧习近平的身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蔡奇后壁。路透社更加报道，张必定就是海地代表，圣卢西亚代表是外交官员兰斯科。Why are the Haiti and Saint Lucia flags at the summit, given both countries have ties with Taiwan? 中方一贯欢迎并支持拉共体成员国 参加论坛框架内的活动。咱的外交部表示，目前已经掌握状况。外交部在事前对于海地外长等友邦人员赴中国北京与会都有掌握，友邦政府也曾事前透过我国使馆告知相关情形。外交部指出，张必定是以拉美加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成员国的身份出席。 圣卢西亚参加人员是以正当的身份出席，无代表政府。圣卢西亚因为要和台湾断交，甲中国建交，因过2007年甲台湾复交交打，要伫国际场合甲台湾赞声。Under UN Resolution 2758 of 1971 does not preclude Taiwan's inclus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海地甲台湾的邦交超过60年，无甲中国建交过。 前总统莫伊斯要特别感谢台湾协助海地控制疫情，严过莫伊斯红暗杀了后，海地动乱更加严重，政治局势变动真大。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